仁川機場 C 環無阻通關如韓國人3個方法 ：Smart Pass 只用人臉識別加速出境通關流程。簡單嚟理解咧，就係提前喺個 Apps 度登記資料，無論旁邊條隊有幾長都唔關自己事，使用 Smart Pass 通道進入就可以。使用方法非常之簡單，下載 Apps 註冊賬號，登記護照資料、人臉資料登錄、登記航班。真係唔係講笑啊！趕時間嘅時候咧 ，Smart Pass 咧真係如同救命恩人一樣存在。第二個仁川機場 Pass， 我個人覺得咧呢個 Apps 咧以下呢一啲功能咧真係 J 人大愛啊！仁川地圖、室內地圖查看同埋導航，如同其他地圖一樣咧係可以輸入出發同埋到達嘅位置，唔需要喺機場度睇熒幕地圖，揾極都揾唔到。實時機場資訊。可以實時地準確了解到出入境、安檢、候機區嘅擁擠同埋旅客預測等資訊，大家就可以好準確地了解到自己要幾點到機場。對於行程 Data Killer 嚟講咧，絕對係福音。航班查詢實時顯示出發同埋抵達嘅航班資訊，對於已註冊咗嘅航班咧會提供詳細嘅資料。機場設施指南、購物、餐飲、便利設施、公共設施等資料咧都可以喺呢度揾到。交通資訊，都報韓國咧第一時間你當然係諗緊點樣出市區啦。Apps 嘅資訊咧都可以幫到你。最後一個咧就係 SES 自助出入境審查，只要登記咗咧就可以好似韓國人咁樣使用自助通關。落地第一步咧，如果唔趕時間嘅話咧，建議先去整咗先，喺第一航廈出境大廳3樓 H 區辦理。大家都可以使用啱啱介紹嘅 Apps 咧揾到位置，登記非常之方便，只要攜帶本人護照，登記嘅時候咧按捺指模同埋影相，咁就搞掂噶啦。係咪超方便呢？快啲 share 俾即將嗰個要同你嚟韓國嘅朋友，分享儲存同教行程，追蹤我一齊地道識話韓國，下次見，睇咩不用。